由立委陈廷辉甲前议长郭信良等人共同发起，爱伫台南寒冬送暖关怀弱势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2档。一早起，位伫安南区郭信良的服务处广场就客满人潮，服务处人员正准备一袋一袋物资要来发送。伫现场结合真侪善心团体，有台南市登录慈善爱心会、好第一食品、甲肯尼斯公司等。另外，社区还阁准备免费的点心，要互民众来暖胃。立委陈廷辉一早起嘛特别前来关心。今年已经登录爱心会咧，有发放，甲今年已经22档哦。这22档发放的白米，甲整个物资呢，已经超过非常的多嘛。感谢社会各界的付出，希望呢，咱遮会当付出呢，会当互所有的家事户度过一个好的年，而且恭祝大家新春愉快。咱爱心慈善会伫每一档伫过年前，会特别联合着民间的爱心团体、公司以及善心的人士，共同来筹集物资，来发放予需要的家庭，互因一个会当互因过一个好年。按现场有参加的爱心单位，有淑华老师伫现场替咱写春联，阁有台南市整体造型交流协会意见甲谈哦，阁咱沙仑里办事处的大哥大姐们提供免费的点心，阁有成员长照机构举办着趣味活动。闯关的活动搁安南区卫生所有派一台义诊车来免费义诊，X 光片、健康检查、施打流感疫苗希望若有需要民众会当去登记。上午9点一到开始发散物资，现场还有义诊、义诊以及疫苗的注射，甲书法老师免费写春联的活动。今年寒冬送暖，甘布伫个原台南市的6区。以及永康甲闸门区来发送。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北区的服务处，上午还有社团法人台湾省会计师公会，嘛特别捐赠1000包的白米，互家收入户。非常感谢哈，其实我们办寒冬送暖已经22年了，那我们很感谢我们会计师公会，这当中加入我们的行列也有8年的时间，他一直以来都协助我们在白米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有总共整个扩大范围是有4000户的中低收入户，这样的一个大的规模，其实真的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忙与支持。那我们会计师公会来这个号召，然后呢有更多的团体从白米到物资，所有各种物资都来帮忙，所以这就是积小爱变成大爱。我们看到陈廷辉委员跟陈怡贞议员在基层生根的实力。那所以他这一次才能以陈廷辉委员才能以高达70%以上的得票率，赢得我们台南市北区的立委选举。那我们会计师公会就是看到陈廷辉委员跟陈怡贞议员基层生根的实力，所以我们就借由他的协助，搭个便车，把我们会计师公会募得的白米，透过他们的协助，分送给有需要的民众。立委陈廷辉表示，今年拄好立委选举的结束，进前宣布要将选举补助款捐出来作为关怀弱势族群。而这届寒冬送暖活动只是第一波，未来还会针对弱势的儿童、青年、甲家庭以及偏乡等弱势持续来关心甲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